今次坐滴滴由北京市中心出發，最後順利到達北京大興機場。我哋首先去南航嘅櫃台完成登機手續，然後通過安檢，響機場食完午餐先至出發。今次坐嘅係空中巴士 A320B 機型，佢係一架單通道嘅窄體機，座位都算寬闊同埋舒服。不過控制就比較舊款。而家睇下起飛嘅過程，睇住飛機慢慢被拖出呢個航廈，然後滑行去到跑道，跟住開始加速。最後去到最高速，睇住飛機順利升空，可以開始欣賞一下風景。開頭係機場附近嘅地區，跟住就係市區，然後係郊區。向北飛嘅途中，亦都睇到咗群山，好快有飛機餐食。南航嘅飛機餐都變化咗好多，熱食嘅飯都幾美味，仲有熱飲。呢程機唔係好長，好快就去到關外嘅地區，風景明顯好唔同，睇到雪地同埋冰湖。飛機開始接近目的地長春，地下全部都係白雪，好有北國風光嘅風味。飛機隨即準備降落，地上嘅風景睇得更加清楚。終於望到咗跑道，跑道幾乎完全冇雪，降落嘅過程非常順利。我終於可以第一次踏足東北了。